tar farlig, gitt en time. Vet en utgang, habibi. Du tar farlig, gitt en time. Vet en utgang, habibi.大家好啊！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。你好，我叫小龙，和我朋友叫阿才是了啊。我们两个人是学生，来自汉良公理学院。我们是外省人对了，今天我们来找导游介绍这个地方给我们。我们走吧。走。看到了。在哪里？你请问一下。好，我们走。走。小姐姐，请问一下啊，你用说中文吗 No understand. Understand. Oh, my understand to say. Hey, Miss Do. 好的，谢谢。 Yeah. 我们走。你好，大哥你会说中文吗？好的，我会一点点。你可以站起来跟我聊。可以。好的。好，大哥，请你介绍自己一下。好，可以。你好，我叫阿多，今年我20岁了，我是沙耶乌里的人。好，这个地方在哪里？这个地方在哪？这个地方就是在沙耶乌里城的大公园，我们普通人都认识这个地方。因为每天傍晚的时候有好多人来这里玩，有一些就来打羽毛球、踢藤球、跑步、散步，也有一些来拍照、看风景。要是你们想去看看，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的。好的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你们跟我来看看，我带着你们参观吧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哎呀，这里怎么这么漂亮？这附近好漂亮。大哥，这个怎么了？问你一下，问什么？这个老吴语怎么说？这个老婆语怎么说？这里老婆语说就是安把虫，你们都明白吗？安把虫，这怎么写中文呢？中文说就是金鱼石，你们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那我带着你们去参观吧，行吗？我们走吧。走。今天多谢阿多介绍这个地方给我们很高兴认识你。好，没事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。
之后机会，我带着你们再去山馆，你们行不行？啊，行行。好的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谢谢你。好的，走了，拜拜。